38地產 Kenneth，今日嚟到長沙灣嘅春輝大廈，睇一個兩房單位，面積298尺。想體驗一站式購物娛樂？請訂閱 Six7 直播。想喺九龍西區揾上車盤嘅你，一定唔可以錯過38地產嘅頻道。鍾意睇試食同埋自我提升嘅影片，就要黐實一路升呢啦。想同深水埗嘅街坊互動，請加入深水埗關注組。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創作嘅原動力，期待喺線上線下同你見面。長沙灣嘅春輝大廈係位於青山道205號，係1986年入伙嘅。轉左手邊可以去到長沙灣地鐵站，附近都係民生商店居多。9尺高，橫放啡色木紋嘅磚地啊！客廳咧都算係幾方正嘅，都可以分到個客飯廳位啦。個雪櫃如果唔係擺呢度咧，可以擺翻入廚房啦。呢一個位置咧，可以做張摺疊嘅餐台啦。拉出嚟咧可以係4人用餐咁樣，都幾好嘅。客廳位咧就非常之闊落啦。左邊咧就可以擺到3座位嘅梳化，近門口呢個位咧可以放嗰個鞋櫃啦。電視機嘅闊度咧都可以攞到好大啦，超過6尺嘅位，距離都好適中。客廳呢個窗咧就係望翻西南方向嘅，望到對面嘅愉悅啦，算係高層單位。而家都冇咩車聲咁樣嘅。幾光猛啊晏晝。如果雪櫃想改翻入嚟廚房咧，可能個爐頭要升高啦，放翻大眼仔啦。呢個位咧可以放翻個大雪櫃。洗手間好方正啊，擺位亦都係好正常嘅。油乾濕分離啦，煤氣熱水爐，兩間房都可以擺到雙人床，都係有兩邊窗。呢一邊窗咧就向翻西北位，有個晾衫架，望翻對面咧影竹嗰邊。側窗咧就主要望到東京街啦，寶禧苑嗰邊。呢間房大啲，擺到個大衣櫃，擺到5尺嘅雙人床啊，兩邊窗。好啦，我哋睇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。